耐体的氧融合技术，一个是 DNA， 就让一份深层到你的肌肤里面。偷偷的跟各位报告一下，我们人体呼吸需要氧气，你知道我们的肌肤它也在呼吸，它需要氧气，它需要7% 的氧气。这一瓶 Decoder 就可以了，可以补助你。